屌依家啲女人真係黐撚線，個個性冷感，話男人嘔心，仲冇腦到話下世要做男人，睇下管自己碌鳩係咪咁難喎？白痴精神病港女，下世你做男人一定忍唔住發春，周圍撩人搏嘢做狗公，忍唔住想日日做愛。唉，又話女人30、40如狼似虎，但係我想溝後生靚妹啊嘛，個個都冇性慾感咩？唔想拍拖，唔想做愛，撩佢又唔服機。依家越嚟越多女人長年單身，你老味真係唔好再溝 A0性冷感處女啊！原本以為處女乖乖女係最正最好溝嘅，但調轉諗，20幾歲仲係處，一係佢人格有問題，一係佢性冷感。喂，雖然有啲難聽，但又唔見我遇到嘅女人都係性冷感，有啲甚至好主動講晒鹹濕嘢啊，揾 SP 啊，你求其 Google 都一大堆港女流出，點解好似淨係得你遇到嘅女係性冷感？今條片我要全面分析女人性冷感嘅原因，女人性慾係咪低過男人？點樣令女人對你嘅性慾提升？呢個 channel 針對25至44歲嘅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，帶你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影片結尾會送進階溝女教學，等你追到心愛嘅人，脫離單身。記得訂閱俾 like， 立即開始。點解啲女人好似冇性慾嘅？成日都唔想做愛，甚至見到好多男人拍緊拖都要求條女俾佢1個月先得1、2次，結咗婚更加誇張，成年都冇性生活。有啲老婆情願老公去叫雞都唔肯做，真係黐撚線生物。香港男人太悲哀，想做愛都要苦苦哀求，唯一嘅出路就係剩低叫雞。咪住先，呢度我要一次過解答2個問題：女人性冷感原因同埋女人性慾係咪低過男人？因為經常發情啊，好想做愛破處撩女揾 SP 嘅行為，好似淨係得男人特別多，女人呢就收埋咁嘅，唔會俾你知道。我好撚妒忌高大肌肉靚仔可以瘋狂食女啊！個天好唔公平。喂，咪撚嘈啦！你個人咁飢渴負面，唔怪之得你一直冇女，成個乞衣咁。呢度我要分享90%男人都唔知道嘅溝女秘密，女人嘅性慾機制。只要你真正了解女人嘅性慾機制，你就唔使再好似乞衣咁求佢俾你。進入重點前，要記得訂閱俾 like， 認真睇到影片嘅結尾，再送你免費溝女教學，幫你脫離單身。你有冇發現男人好似求其對任何女人都可以發情嘅？後生靚女大波爆滑長腿扭下屎忽，你就會見到一大堆男人喺個影片底下留言，哇好正啊，個波好大，好想屌啊！但女人好似比較難預測喎，有啲咧又中意咩肌肉男，但有啲又中意基佬打扮化晒妝，並且好少會似男人咁直接咁去留言我要18cm 嘅巨 J 男插我，快啲咯，我忍唔到啊！雖然有啲難聽，但唔少肌肉佬做完 gym 先發覺，最多人留言嘅其實就係一啲基佬，適度健身吸引異性，過度健身吸引同性，完全難以預測女人究竟中意咩男人。但男人由18到80一定係中意後生大波。呢度我要靈魂拷問你一個問題，有冇發現男人見到任何女人1秒之內已經可以有性幻想，想同佢做愛？呢個過程完全唔需要任何邏輯計數，唔需要傾偈，唔需要任何嘅了解呢個女人係咩名、咩身高地位、咩性格背景、咩種族，乜撚嘢都好，只要佢正，你已經立即硬咗啊！你嘅心入邊已經有無數性幻想。但女人有幾可真係會咁？點解女人成日都話要慢慢嚟，唔好咁急？好簡單，男人可以對個個女人都有性慾，只要條女唔係太差。男人多屌一條女，一啲損失都冇，甚至係威咗。但女人只對自己中意睇得上嘅人有強烈嘅性慾。男人可以唔愛上一條女，但係中意屌佢嘅肉體。但女人相對地會中意同自己愛上嘅人做愛。或者我調轉咁講，如果一個女人真心愛上你，佢點會唔享受同你做愛呢？一係你外在條件好差，一係佢根本唔愛你，唔中意你。但仲有另一啲因素，我陣間先講。並且雖然現代社會女人做愛唔似以前咁冇得避孕，但其實仍然要面對一啲道德嘅制約、性羞恥感。例如有啲傻西話唔係處女就係好 cheap 啊，呢啲咁嘅弱智。你一方面想女人對你好淫啊，好有性慾啊，但一方面又話女人有性經驗已經係唔好嘅，即係笑大人個口，雙重標準。簡單嚟講翻人話，男人唔需要中意一個女人就可以有好強烈嘅性慾，但女人更加多係對自己中意嘅人有強烈嘅性慾。例如你啱啱識一個女仔，你立即撩佢同你做愛，
你覺得個成功率會有幾高？但調翻轉你啱啱識一個女仔，係佢調翻轉撩你做愛，你覺得你會唔會應承？再直觀啲，我哋嚟睇呢個例子，一個男人喺街搭訕女人，立即話可唔可以同你做愛，100個裏邊1個都冇成功。但你要留意喎，呢個男人唔係咩樣衰毒撚嘅喎，一個女人喺街直接搭訕男人，第一句就話可唔可以同你做愛，一開波試咗6次，6次都成功。明明都係正常嘅女人 VS 一個正常嘅男人，點解女人主動撩男人嘅時候成功率極高，但男人主動撩女人嘅時候成功率極低？正正反映男女嘅性慾系統同埋對性嘅條件考慮唔一樣。但點解男女對性嘅反應同選擇咁唔一樣？女人喺發生性之前究竟會考慮啲咩？從實際嘅例子去睇，好多人話條女唔肯做、唔想做、懶攰，要結婚之後先做。甚至呢條友佢條女明明濕咗都唔肯，然後佢就話條女性冷感，好明顯係錯誤解讀，亂用性冷感一詞。你會唔會對條女硬咗但唔想做愛？點解條女濕咗但唔肯做愛？首先你不得不承認一樣嘢，女人有半項嘅超能力，就係佢想要做愛，隨時一定可以亂咁揾到一個人做愛，因為佢一開口就一定有男人係應承佢。但男人想要做愛唔計叫雞，大部分嘅人都唔可以立即求其揾到一個女人做愛。但其實男人女人都有一樣共通嘅弱點，就係冇能力可以立即 immediately 揾到一個自己中意嘅人做愛。女人雖然一聲令下就可以立即揾到一大堆想同自己做愛嘅人，但喺呢堆人裏邊冇一個係真係佢中意嘅，因為選擇實在太多啊！並且眾所周知，香港九公一大堆人騷擾死纏爛打，調轉咁講，如果佢同一個青頭飢渴男做愛，然後個青頭仔日日煩佢，我好想嚟多劑啊！你幾時得閒啊？快啲覆我啦！唔覆就立即打99個電話。你覺得女人仲會唔會決定同呢條廢柴做愛？就正如你平時追女死纏爛打條女，你唔明點解你做咗咁多條女都唔肯揀你，但你應該逆向思維，一旦佢揀咗你，佢就好難甩身，所以佢先更加唔肯揀你。你可以話女人根本唔缺性呢樣嘢，但佢缺一個自己真正中意嘅人，因為任何人都唔會有超能力可以立即同自己中意嘅人做愛。明星可以求其就揾到一個 fans 做愛，但試問些佢真係中意你個 fans 咩？咪又係鄭元松。所以與其話點樣令女人肯同你做愛，不如先點樣令佢中意你。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話我唔靚仔、冇錢、冇身高，所以女人唔中意我。但連陳同佳、Kenny、劉馬車、白卡、精神病、思面、嚴肅都有女，我唔覺得你冇機會。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喺冇樣、冇錢、冇身高、長年單身、身邊圈子細、識唔到女人嘅情況下，3個月內出鋪拍拖，你一定要留意影片結尾送俾你嘅溝女教學，同埋記得訂閱俾 like， 就唔會錯過我其他影片嘅免費福利。OK， 回到正題，上面有講嘅重點，女人唔同你做愛，一係你外在太差，一係佢對你冇 feel 唔中意你，一係有其他嘅心理因素。我先詳細講頭兩樣。一個男人可以唔中意一條女，覺得佢好煩無聊，純粹想發泄自己嘅性慾，威下就同一個女人做愛，但女人冇幾可會咁做嘅。並且如果你覺得係因為你外在太差，冇女人想同你做，但我可以老實講，90%嘅男人未差到呢個地步。如果一個人外在差到係無論如何都唔想同佢做愛，調轉咁講會係咩人？我先從男人嘅角度講，300磅嘅肥婆，60路以上嘅女人，呢啲無論如何死都唔會同佢做嘅。但調轉問你，你嗰個身形身材係咪差撚到喺女人心目中就好似個超級大肥佬啊？70歲臭 J 阿伯，難聽講陳同佳咁樣衰都有大波妹屌，你係咪真係咁樣衰到令人嘔心呢？其實大多數嘅原因係落喺2同3，女人唔愛你，唔中意你，或者女人有其他嘅心理阻抗。先講因素2，如果女人未同你一齊，然後你想撩佢做愛但失敗，咁唔使講就係佢對你冇 feel， 你收下皮先。但有好多人拍緊拖結咗婚，條女都係唔想做，唔計結咗婚識咗好耐，所以性慾下降嘅例子，好簡單，佢根本唔中意你，可能因為你死纏爛打追咗好耐，然後佢又長期睇唔上任何人，求其同你呢條友拍住先，貪你有錢就同你一齊。呢個情況下，99% 你喺關係上係弱勢過佢，永遠都係你讓佢聽佢支笛，買禮送花，佢嬲咗嘅永遠一定係你錯，你一定要道歉賠禮。不平等嘅奴隸關係呢啲冇咩好講，自作孽不值得可憐。但係仲有另一個因素，好多人係冇意識到嘅，就係女人嘅內心抗拒。好多男人嘅生活極度自大無腦，唔理解女人由細到大嘅家庭教育、社會教化、性教育、老師權威等等嘅影響，對性其實係有好強烈嘅羞恥心，覺得核突。男人可以隨便大聲講
講自己打 J 嘅事，但有幾多女人敢同人哋承認自己捽碟睇片？一定有，但唔會對住你承認。本身社會對男女喺性方面嘅期望教育係差好遠，特別喺亞洲，好多父母會覺得女仔係蝕底嘅，唔可以俾男仔食咗。留意食呢個字，就係證明男女喺性之間嘅不平等關係。而好多時父母都係視仔女為自己嘅私人財產，所以就會覺得好似蝕咗個女俾人一樣。並且呢度我要先針對男人嘅雙重標準思維。你後生嗰陣好想屌人哋個女，周圍食女，但係生咗個女咧就好驚個女俾人食咗。咩處女思維啊，講到尾同道德冇任何關係，其實係利益。自己有女屌冇所謂，人哋屌你個女係你嘅損失。呢一個就係動物嘅盆地意識同邏輯冇任何關係。生仔窮養，生女貴養，女仔人家唔可以點，一定要聽話，千祈唔好俾男仔呃咗，等等。其實女人好多時大個咗係冇性自主權嘅，佢嘅思想一早已經俾呢啲教育洗咗腦。同一時間，亦都有好多嘅男人太過飢渴啦，進一步強化咗女人嘅危機意識。佢覺得同你做愛一定係蝕咗俾你，因為你好恨做愛呢樣嘢。佢更加覺得你淨係想屌佢，唔係中意佢。綜合各種因素，即使佢可能中意你，或者好似前面個例子咁，已經濕晒啦，但都係唔肯做一樣。佢喺發生關係前有好多其他嘅心理阻抗。但咁男人究竟要做啲咩？首先，如果你係對條女百般遷就嘅廢男，你唔需要聽以下嘅建議，因為你冇資格聽。你條女唔同你做100%係因為佢唔中意你。而如果你同條女嘅關係相對平等，你 feel 到其實兩個人都係互相中意大家嘅，但佢都係唔太肯做。咁你要思考下，係咪你平時太飢渴，顯得好想做愛，或者有時男人出於一種自戀征服感，好想快速食到條女，感覺上好似好威，但女人通常都唔會中意你有呢種諗法。不過講到尾，如果兩個人係互相中意嘅，呢個問題唔算好複雜，只要認真溝通，用理性和平嘅方法同對方講，你一直唔同我做，我覺得好受傷，好似我自己唔夠魅力一樣。其實我唔係淨係想同你做愛，好飢渴，我真係中意你先想同你做愛。當然上述嘅例子係針對普通人溝女追女仔拍拖，如果係講揾 SP 就完全唔同講法。但都係嗰句 A0 青頭成日扯住人嘅無聊毒撚，一定唔會揾到 SP， 否則你都唔使睇呢條片。如果你更加有興趣了解揾 SP 相關嘅內容，可以喺下低留言，未來有機會我再整。但無論你係想要收穫愛情定係幸福性經驗，你都要識得吸引女人，而唔係狂追猛打。所以前面我話咗會送你溝女教學，透過自動化追女系統學識吸引女人。即使你冇樣冇錢冇身高長年單身，身邊識唔到女人，點樣喺3個月內出鋪？連陳同佳流馬車 Kenny 都溝到女嘅終極秘密，全部喺晒度。立即點擊影片描述欄或留言區連結參加。原價2000蚊，次但限時免費，額滿即止。我上條片係講關於學生妹進食攻略，特別係30歲以上嘅男人仲可以點溝後生女，唔想錯過一定要睇，立即 click 右上角睇片。我哋每星期3夜晚7點出片，想學溝女記得睇 ENK 男性情感。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追女教學嘅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追女仔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嘅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啷，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嘅朋友追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，拜。